过年要到啊，去到银行领钱就要特别注意哦。今仔中昼12点外，伫新竹湖口有一个40多岁查甫人，伊伫咧银行门口看民众伫遐出入，才有可能是领真济现金，就对一个富人人下手要解抢。边仔买菜太太小姐看到这情势唔对，大家就起瓦去，做伙甲这嫌犯抓起来。 这骑车的人，哪骑车哪踏涂骹，慢慢骑向前，缀伫这查某人后壁，洋洋伸手抢伊的皮包啊！毋过对方一直落掉咧，袂放手，伊也无想到安尼，民众拢挖来，甲伊包围着，甲去路拢挡掉咧，根本走无路。你这车子是谁的？大家一定怕抢劫，警察赶紧到现场，甲这歹徒抓着，伊只有坐伫涂骹，束手就绑。见义勇为的民众，原来就是这人，就是这市场摆摊的人，要来买菜妈妈阿姨啊。 那好像有点吸毒吧，然后就把他剪刀把他的袋子剪一下，就是有听到声音啊，然后这边客人都很热情，都跑去帮忙把他制服。代志发生伫新竹关湖口，车里中昼12点外，警方调查40多岁姓陈的抢匪，伫中正路银行外口扫来扫去，敢若锁定出入的民众，可能领出真侪现金，准备要来过年，就等机会找目标要下手。不过银行附近就是菜市啊。 案发的时阵，现场也未少人来买菜，警民合作到顶来抓人。市往本分局执行金融机构巡守警力适时到场，一旁民众也加入帮忙。全案询问后，以抢夺罪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就今银行出现歹徒抢劫的案件，全台各警察局拢有甲金融机构合作办理防抢演练。就因过年即要到啊，未少人会领现金，若有安全的问题会使申请领钱的保护，基本上无金额限制，只要提出申请，警方是随到随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